使徒行传第20章，扰乱平静了后，保罗调集门徒，甲因勉励，甲因3时就离开遐去马其顿。伊经过遐地区，讲真侪话勉励信徒，然后去希腊，伫遐待3个日。伊准备要坐船去叙利亚时，犹太人计谋要害伊，就决定经过马其顿转去。甲伊做伙去的有庇利亚人庇罗斯的囝索巴德，阁有帖撒罗尼迦人阿里达古，甲西公多德比人加油，阁有提摩太甲亚细亚人崔基古甲德罗菲摩，这个人先出发，伫德罗阿德挺校院度假做过了。阮对菲律比开船，5日后到德罗阿，甲因会合，伫遐待7日。拜六暗，阮大家聚会擘饼时，保罗甲大家谈论。因为隔日就要离开，所以讲话讲到半暝。阮伫聚会迄间楼顶的房间有点真侪灯火，有一个少年人叫做油嘴古，坐伫窗仔门。保罗继续讲真久，伊煞困当眠，对3楼爬落去。大家甲伊扶起来时，已经死。保罗落去，拍伫伊的身躯，甲伊揽地，讲：毋免着急，伊还有气。然后伊佫爬去楼顶，擘饼食，继续甲因谈论真久，到天光才离开。因甲迄个活起来少年人带转去，大家受真大的安慰。阮先上船，开去阿索。通伫遐接保罗上船，因为伊要行陆路去遐，所以有安尼安排。伊伫阿索甲阮会合，阮就接伊上船去米崔利尼。阮对遐开船，隔日到基奥的对面岸，1日后伫萨摩靠岸，搁隔日到米利都。保罗已经决定无爱伫以弗所停留，才免伫亚细亚费时间。伊要赶紧去耶路撒冷，看会当伫5旬节以前到位未。保罗对米利都找人去以弗所，调集教会长老来。因到的时，保罗对因讲：对我来到亚细亚迄日起，一直到现在。我甲恁安怎做伙生活，恁拢知。虽然我有对犹太人的计谋受到试炼，还佫非常谦卑，佫流目屎得服侍主。无论伫公共的场合，还是个别的家庭，若对恁有利益的，我毋捌无对恁传，无甲恁教。对犹太人甲希腊人，我拢严严劝告因，着悔改归向上帝。搁信咱的主耶稣。现在我顺服圣神，要去耶路撒冷，伫遐会拄着甚物代志，我毋知。不过我知，圣神甲我警告，讲伫逐个城市有监狱甲患难在挺候我。毋过为着要行完我的路程，完成主耶稣交代我的任务，通见证上帝恩典的福音。我完全无惜家己的性命，我一直伫恁中间出入，在宣扬上帝国。现在我知，以后恁袂当阁见到我，所以今仔日我甲恁讲清楚，恁中间若有人沉沦，毋是我的责任，因为我已经将上帝的旨意拢总传互恁啦。恁家己着谨慎，嘛着照顾圣神交托互恁拢总的羊群。做监督来牧养上帝的教会，就是以用家己的囝的死来得着的。
我知我离开了后，有凶恶的豺狼会入来恁中间伤害羊群，甚至伫恁中间有人会出来曲解真理，引诱门徒去缀因。所以恁着警醒，会记得我3年久每日流目屎劝诫恁逐个人。现在我将恁交托予上帝，通对伊恩典的信息得到造就。互恁甲圣化归主的人，拢通继承伊所赐的福分。我毋捌贪人的金银，也是衣服。恁家己知，我用这2只手做工来供给家己甲同伴的需要。逐项事我拢有做互恁看，爱恁一定着拍拼做工来帮助软弱的人，着会记得主耶稣家己所讲的话。互人会比领受的较有福气。这话讲煞，保罗甲因大家拢跪落去祈祷，大家大声哭，甲伊揽，甲伊浸，因为保罗讲，以后袂当过3件。这句话互因非常伤心，然后因送伊就船。